镜头换来看云林北港，有民众听到大楼内底传出冤家的声，了后就一只狗仔若想互主人拼落楼，重伤送医。虽然狗仔身躯顶无晶片，不过警方调监视器比对了后，已经找到涉案的人，要求到案说明。监视器的画面有翕到一阵冤家声后，一只狗仔位真悬的所在落落来，佮发出哀叫声。附近的民众听到声，赶紧赶来救援。哎呀，佮爬起啊！敢若迄支尔，敢若迄支尔。安尼有救啊？迄支尔，佮有救。狗仔虽然勉强徛起来，不过尾仔随个拍落去，证人甲受伤了后，紧甲送医。经过检查，发现狗仔毋但真侪所在骨折，还佮北来出血。代志是伫22环钟1点半发生的。有民众伫云林北港文化路的大楼听到人伫冤家，无想到尾仔就有狗仔位真悬的所在落落来，可能是扫到风台尾，互主人为楼顶甲弹落来。有挂项圈，啊无晶片，你有晶片，佫有缀出啦。伊有晶片，伊就毋敢甲拼落，迄有缀出啦。恶极啦！你伤人，你狗啊，则高水着为楼顶才跌落来，这接无死伊嘛，对伊嘛足艰苦的。哎呀！狗仔目前还佫伫休养，有性命危险。经过兽医师确认，这只狗仔无囥晶片，警方缉捕了后嘛赶往现场追查涉案人。经初步勘查与访查，现场未发现疑似有行为人，相关情形仍待厘清。警方将会同县政府动植物防疫所持续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。那相关法则的部分，它可能是涉及动保法的第6条或第5条相关事主责任或恶意伤害他人他犬只的行为。那相关规定是可以涉犯2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科20万、200万以下罚金。警方调阅附近监视器影像对查，经过比对画面甲分析，22下晡4点查到涉案人到案说明，嘛当地清查依犯案的目的，也有案情，会继续依法函送云林检方侦办。记者采访报道。